哎呦，你家种祖先哦，你都原谅啦哦，这拢是日本人害的啦，再就爱甲你的公妈包包吃来啦。哎呦，舅个啊，去啦，你去甲迄公妈请来啦。这日本人哦，有够徭幸的啦，连这公妈都蒙拜啦。我都袂相信讲哦，因无祖先啦，袂呀，种人较别拽哦。啊母啊，这哦叫做什么方面哦的政策啦，是要咱袂记咱是汉人，啊老孙讲哦，咱家己是日本人。什么方面外的政策？互伊去死啦！伊想讲安尼哦，咱就袂记讲咱是汉人咯，变笑的哦。有人伫无？有人伫无？啊，你咧困中昼啊？哦，无啦，我拄则阿囡仔困中昼，刷转困去。歹势，甲你吵着。袂啦，坐啊坐。我还无伫呢。无要紧啊，我毋是来找兔送的，我是来送喜饼的。是啥个喜饼啊？我的啦，我要结婚啊！恭喜呢！我现在无甲我讲。请坐啦。啊，好。带三个啦，一定真忝吼。哦，即摆囡仔阁细汉，当然忝啊。过几年啊就好啊啦。兔送拢无替斗带。伊遐尔无闲，哪有时间啊？就算讲有时间，伊嘛袂甲我斗带。查甫人就是安尼，敢若知影顾家己啦。你啥物时阵要办的啊，后礼拜日中昼。你结婚了后吼，唔通受成翁，可着甲我共款，甲我做相陪。兔送实在够好命的，有生个遮尔古锥的囡仔，还阁有你遮尔好的家后。那有啥物好唔好啊？翁仔某啊，本来就爱互相照顾。我希望感觉，对兔送来讲，上重要的应该是伊家庭。对伊来讲，上重要的是伊的囡仔。姐妹，来，阿爸抱抱。唔对啊，用几点？跳绳啦，跳什么改啊？喜饼，mang gì này喜饼啊？哎呦，好没了，你下次。无先顶转来就调色，无规无矩。mang gì này喜饼啊？顺顺啊，伊当初有来，讲期下礼拜日当初结婚，侬无先同来讲咯？
我无下就唔记得咧。今日拢买去漂亮用的啊，记妹迄今年结婚呢。顺顺街，我就无会去咧，连做部长拢爱送红包过去就好咧。你忒顺利的啦。无，你先听我去，我拢要去骗。剩我阿爸阿妹打这有福，再滚过去顺顺去骗，好冇？安样咁好？阿爸阿妹要了解啦。好啊。好啦。哇，足水的呢！这蜜粉啊搬起哩吼，就甲日本查某人完全同款啊呢。你甲遮摆好势，我去内底讲卖。好，无问题，交我。哎，你嘛来倒案来哦？本正是无想要来啦。是安怎？你甲顺顺姐啊，毋是好姊妹啊破，连斗相共拢无爱，你对伊上失礼啊啦！你莫后白乱讲哦，我有我的理由啦。你迄做招台，袂使穿安尼啦。啊，无爱穿安怎？啊，伊有提供 kimono 啊。kimono，我也袂晓穿迄啊。袂晓穿哦，你无穿 kimono 袂用滴啦。顺顺姐咧？顺顺姐，你内底伪装啊？哦，哎，这敢是顺顺姐啊？你的手哪会咧抓啦？阿明，来咧吃。王六，你来。哎，你今仔穿这束 kimono，确实无共款。无对，好来。阿爸，阿母，请原谅查某囝不好。好啦，迄是你选的，你幸福就好啦。咱即马请今仔日婚礼的主婚人，哥伦比亚诺卡西瓦诺萨丘桑为咱致辞。卡西瓦诺萨丘桑，どうぞ。本日は弊社の歌手ジュンジュンと白石の仲人を務めることができ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お二人は自由恋愛を得て生涯ともに生きてゆく誓いを立てました。この場に新郎側のご両親の代わりにこの訓練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す。では中国語でお祝い申し上げます。我祝福兩位百年好合，金色頭邊。新郎新娘交换信物。
龙新娘告白。然后，少さん、後悔買ってこい。はい。像了。困ったな。さかれ。はい。青。青。什么代志？社长看新闻了后讲，群马打。新闻你袂啥？新闻咧袂讲日本人甲中国人相战啦。安尼咱台湾人害啊啦！这甲台湾人有啥物地带？你真正有够讲呢？台湾人是毋是中国人？嘿啊！啊，日本人甲中国人相战，咱台湾人哪有好日子通过啦？你拄要手小管啊，较加咧。好，社長さん。社長、誠にいい曲だね。这首《满面春风》是我一两天做好的，有闲遐用一工就家己做好啊。我感觉顺顺甲爱来唱上适合，所以我今日请因两个人来练习。希望这边去搬的销路袂输密堂。皆さん、よくできた。でも残念ながらこの曲は発表できません。どうして？戦争は始まったんだ。